平安。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宣召，请听上帝的话语。上帝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上帝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上帝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上帝是将那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双手合十，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敬爱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让我们以你的真理喂养我们的心灵，让你的美丽洁净我们的想象力，让你的爱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为你的使命献上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日日勤读圣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也常常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你都看顾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我们的帮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我们的这一生一世，都要在你的恩典中度过。谢谢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耳，在今日的崇拜中聆听所要告诉我们的恩典。谢谢。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们。会众请站立，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真神之爱。请翻开新灵粮诗选83首。结晶之名。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神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24篇，旧约的656页。诗篇124篇，旧约的656页。我来起，为众弟兄姐妹们来应。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一起来，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攻打。让我们一起来做代祷。我们为中南美洲国家巴贝多来祷告，希望基督教的信仰能够进入巴贝多人的生活文化中，让他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祷告，桃园的成功布道所Omar and Richard 牧师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的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也为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来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我们也求主特别赐福家中仍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能够开启家中尚未认识耶稣的亲人们的心，让家人们有机会能够领受神的爱与真理，早日领受救恩。让我们用主祷文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
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今天的经课由品纯弟兄来攻读。弟兄姐妹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以斯帖记第7章1至6节、9至10节，以及第9章20节至22节。第1节起，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是第2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意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2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第9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伯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20节，末底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2日设宴席欢乐，彼此馈赠礼物，周济穷人。以上是第一经课。第2经课呢，于雅各书第5章第13节至第20节。第13节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腓立比书第4章6至7节，在新约的219页
由我来攻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上帝的话。诗班献诗，主持声呼唤。正道时间，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由台湾葡萄树关怀协会3位组内的弟兄，让他们透过诗歌分享上帝对我们的爱。当中，我们的郑信胜
弟兄，也就是我们葡萄树关怀协会的团长，他也会做见证。见证的主题是不致动摇的平安。嘿，好，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好，新的朋友，大家平安。平安。哇，很像不够平安的哦。感谢主哈啊！其实我们真的是，我们一起的，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蒙福哈，在神的这个面前哈，我们要时时刻刻要跟随神哈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是平安的这个生活好，那我们也是很平安的。你看我们这几个有看得到的，有看不见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我们也有故事，那我们这个故事是见证我相信大家故事也是见证，因为我们都信靠神，对不对？好，上帝给我们真的是很奇妙的这个恩典，数算不完虽然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些试炼但是上帝真的是都拯救我们我们是葡萄树关怀协会的这个团员，我们的名字叫做葡萄树乐团也是服侍团队。今天真的是感谢大家，感谢牧师，还有弟兄姐妹，还有教会，真的是来在主内，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你们都接待我们，更接纳我们。阿们。阿们。好，我的名字呢，我差点忘记讲我的名字了我的名字叫郑信胜郑信胜，相信耶稣，生命就得什么？丰盛。对，感谢主那我的这个原住民的名字叫做伊什木阿信不会念的，等下私下找我了那感谢主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得着满足的喜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的名字叫做黄木贵是木贵不是什么铁柜这个这个我在乐团里面担任的是这个口琴，同时呢，我会用嘴巴模仿打击乐器的声音，像这样。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这个诗歌以及见证分享，谢谢。各位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叫李摩西，不是李摩斯不是摩斯汉堡。我呢，大家很想把我叫摩斯汉堡，但是我是叫李摩西，就是过红海那个摩西啦。就是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葡萄树乐团一起来服侍神。那我是一名街头艺人我在街头唱歌，全部都只唱福音诗歌。阿门。感谢主，阿门。好，那第一首诗歌我们要献的是我们的创作诗歌，我们今天有带这个我们的诗歌名字叫做爱的进行式，爱的进行式，上帝的爱都是进行式的那主的爱让我们享受主的爱神要我们就是活得有喜乐生命不是忧伤的生命那感谢主让我们这一群葡萄树的每一位团员都得着那永远的喜乐那接下来我们来献这首诗歌。那呢？等你OK， 好，这首歌，等一下，OK， 好，刚把手按到好，等一下，好，主的爱。耶稣活着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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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相信，就让神欢喜。耶稣活着吗？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你若相信，去传遍地极。喜乐的心是主给的良药，带
走忧伤，世故不枯干。喜乐的心是灵苏醒，懂得感谢，体会主的爱。像大雨落下，像大雨落下，像阳光洒下，像阳光洒下，随时随地都有主的爱。像日光拥抱，像日光拥抱，像黑夜温柔，时时刻刻都有主的爱。耶稣活着吗？耶稣活着吗？你若相信，就扬声欢呼。扬声欢呼。耶稣已复活，耶稣已复活。你若相信，去传遍地极。喜乐的心是主的良药，带走忧伤，使世故不枯干。喜乐的心是灵苏醒，懂得感谢，体会主的爱。像大雨落下，像阳光洒下，时时随地都有主的爱。像阳光拥抱，像黑夜围绕，时时刻刻都有主的爱。不可。喜乐的心是主给的良药，带走忧伤，世故不枯干。喜乐的心是灵苏醒，懂得感谢，体会主的爱。一起来。像大雨落下，像阳光洒下，随时随地都有主的爱。像日光拥抱，像黑夜围绕，时时刻刻都有主的爱。时时刻刻，时时刻刻都有主的爱。再一次。时时刻刻都有主的爱。哇哦，时时刻刻都有神的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接下来这首叫做《母亲的眸光》，这个呢，其实呢，今天唱的我们原创都在上面了。第一首是我们的阿胜老师写的，那这一首呢就是我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母亲的眸光》。我是一个从泰国来的一个有爸有妈的孤儿哈，但是呢，在台湾上帝照顾着我长大，长大后我觉得说很想念我的母亲，所以就为母亲写这首。相信呢有上帝的照顾，母亲的身体会很好，所以我就写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献给上帝，谢谢。
每当黑夜来临时，天上星星亮晶晶，洒满大地每一个角落，是如此的恬静。想起妈妈对我说，星星是妈妈的眼睛，会永远看顾着我，陪我，守候我一生。夜深人静的时分，母亲曾陪着我数星星。她说每颗星星都是上帝所精心的设计。母亲给我的智慧，深深藏在我脑海里。母亲啊，我要说声谢谢你。来临时，天上星星亮晶晶，洒满大地每一个角落，是如此的恬静。想起妈妈对我说，星星是妈妈的眼睛，会永远看顾着我，陪我，守候我一生。夜深人静的时分，母亲曾陪着我数星星。她说每颗星星都是上帝所精心的设计。母亲给我的智慧，深深藏在我脑海里。母亲啊，我要说声谢谢你。不知你在家乡是否依然无恙？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在心里。夜深人静的时分，母亲曾陪着我数星星。她说每颗星星都是上帝所精心的设计。母亲给我的智慧，是深藏在我脑海里。母亲啊，我要说声谢谢你。母亲啊，我要说声我爱你。感谢主。阿门。接下来第三首诗歌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一首台语的诗歌《看了温点秀》。我们在生活中呢，虽然有许多苦难，我们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孩子的梦想。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上帝会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接下来就献上这首诗歌《看温的秋》。会唱这首歌吗？我们可以一起来献这首诗歌给上帝，好不好？看我的手，我的厝啊，请你莫离开我。这条路我搁要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看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
有时毋知安怎行，有时间若听袂着你的声。牵我的手，请你甲我吹伴，予我的脚步悠稳悠长。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这条路我搁要行，我需要你来作伴。牵我的手，我的主啊，请你莫离开我。有时我会惊，有时毋知安怎行，有时间若听袂着你的声。牵我的手，请你甲我作伴，予我的脚步悠稳悠长。行到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牵我的手，我作伴，予我的脚步悠稳悠长。行到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行到你的门前，听着你的声，甲我讲，入来我会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我们葡萄树关怀协会的影片那这7年当中，我们做的这些事工我相信大家会很清楚。好，来，我们先来看影片。北上就读启明学校，也因此展开了长达30余年的社福工作。我之前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工作，我负责的部分就是视障服务处，包含重建啦、音乐啦，这是我的强项嘛，音乐，还有生命教育啦，还有职业啦，比如按摩啦，还有新的职种开发等等，这个我们都会接触。在服务的过程中，也让阿胜有机会回到部落。随着服务的深入，让阿胜对偏乡部落的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像是家庭组成复杂、单亲、隔代教养等，这些问题是大型机构服务无法解决的难点。因此，回乡服务的念头也在心中萌芽。直到好友的离世，让阿胜产生了刻不容缓的急迫感。在16年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加上像我同学40出就走了，那因为可能
抽烟啊、吃槟榔啊、喝酒。那为什么很多我旁边的人40岁、40几不到50岁就走了？那时候就有很多人这些想法，应该要赶快的回部落，要从孩子们这里开始着手，让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爱护自己，尊重自己的生命，让孩子们被改变之后，能够回头去改变，这个他们的爸爸妈妈，好。阿胜成立葡萄树关怀协会，希望通过孩子喜爱的音乐与绘画来改变孩子，也因此开启了艺术陪伴计划。里面当然就是画画啦、音乐啊，唱唱歌啊，这个做小提琴啊，画画，不要有压力。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呢，让他们慢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学习。可能就是我都会去现身说法，或是这些什么其他的身障朋友啦，他们的故事，我们就会跟他们来分享。好，艺术陪伴计划目前已经扩及到邻近的数个部落。随着计划的扩大，阿胜与协会却察觉到更大的潜在问题。有些孩子的图画明亮又丰富，充满了对生活的期待与喜悦，但有些孩子用色暗淡，甚至构图或色彩特别的单一与强烈。我们每次在看这个画的当中，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他的画里面就是那个颜色啊，非常暗淡啊。当然还有一些画也看到孩子们他们可能就有一些被大人侵犯，那老师也在这当中有去做一些了解，所以我们就赶快的联络他们的家长和学校来做一个快速的处置。这样的一个倾听心里话的这样的课程当中，我们可以慢慢深入到孩子们的心灵，他遭受到了什么，或是他想要表达是什么，让我们大人能够有一些方法来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孩子的陪伴、疗愈及改变，是需要长期的时间、精神与关爱。艺术陪伴计划已经进入第7年，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带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那对我们葡萄树协会在当地设立基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地方，你就借助别人的地方就寄人篱下嘛。有时候这个月上很正常，下个月就上课就是被打断，那对孩子学习是不好的，我们要让孩子有一个很稳定的学习、很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他们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了，它就像一个家嘛，请大家支持葡萄树关怀协会，用艺术陪伴撑起孩子的家。葡萄树关怀协会和你把心门打开，为那困难中的孩子付出真爱，为那困难中的孩子付出真爱。好，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这个帮助孩子们那葡萄树成立的原因是跟我有关系因为葡萄树协会是我成立的那成立当中真的是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像
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说，这个在世上，我们会遇到困难，但在耶稣里面是有什么平安啊？那我们真的是经历到，我们也真的是受到上帝的真的是改变啊，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平安啊。那这些孩子，台东花莲部落的孩子真的是很辛苦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西部嘛哈，在城市有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哈，他们的这些心灵上有很多的这些很多的疑问啦，很复杂因为刚刚讲了嘛哈，很多都是离婚率高，然后或是隔代教养我才能讲隔代遗传隔代教养，或是说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个结构都不一样爸爸妈妈就是重组家庭了那孩子们都有很多的疑问大人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甚至有的大人也不想回答所以在我们协会这个做艺术陪伴的当中蛮辛苦的刚开始都被误会那没有关系我们都靠着上帝让这些家庭也慢慢的了解我们，愿意一起把孩子带过来也愿意把我们所做的能够告诉别的家长或是其他的部落我本身是台东人，卑南族人，普悠玛听过那小时候也是喜欢艺术也喜欢音乐艺术我就是音乐嘛，画画啦等等还有其他的。那我小学3年级2个月当中看不见，那曾经看得见的时候有画画，也有去比赛，也有得奖。那再一次画的时候，我不敢跟老师说我看不到，画的乱七八糟，然后老师骂了我一顿。我跟老师说我看不到，我们差不多有将近1分钟都没有讲话。我相信老师的内心是非常难过的。那我不知道怎么办那看不到了嘛那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困难，又加上家里穷困，所以从小学3年级，我的导师带我这样子慢慢的走出来，一直到6年级，他也带领我到我小学毕业之后，他带我到台北启明学校念书，那是我人生的转捩点。那当我看不见的时候，我的老师在想怎么办？这个孩子画眼睛看不见也不能画，好吧，那就从音乐开始。他就买了一把很便宜很小的吉他给我玩，我那时候就开始摸吉他就是刚开始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这样子那到了刚刚说的启明学校，谢谢，到了启明学校，让我看到了同样都是视障朋友，他们的生活或是他们的学习是这么丰富，我要跟他们一样，所以我在那里学习了音乐，学习了按摩出来之后我有考大学，但是差1分差1分就上了，但是家里贫穷，所以我就没念了，就开始工作。然后我刚刚说的，我后来有在一个很大的机构伊甸基金会那里工作，在那里我开始学习也在那里真正的认识神当然认识神之后不是一帆风顺真的是感谢神让在这个很多的苦难当中，慢慢的依靠神，然后更认识神，更相信神那真的是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刚我们读到，对不对这个神所赐的是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对不对必在什么？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感谢神，他保守我们这群人，葡萄树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传福音，说我们的见证。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特别在疫情当中，真的是很辛苦，像那个木柜啦，摩西啊，真的都没有办法出去，都没办法出去工作，因为没办法出去嘛，这政府规定，像摩西都去借钱了我也去借钱了因为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还好，感谢神，神给我们的是刚刚好，不会让疫情一直下去，我们也挺过的，我相信大家也挺过的，都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要如何应当义无挂虑，这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真的是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可以到教会透过牧师传道或是弟兄姐妹的见证牧师传道的这个正道，让我们更靠近神一点，更明白神的心意。我呢也经历很多虽然我看不见前面的道路，但我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很认真的经营协会，为什么帮助孩子们能够赶快脱离贫穷，赶快脱离黑暗，然后透过协会的课程，我们让孩子们能够到教会来，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为了让孩子能够更有爱的家，更安全的地方，我们今年的8月份开始在台东有盖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呢几乎免费了，几乎免费，这是真的是感谢神，在这个12月份就会完成了，那之后也会有课后班，那也会做一些家庭的工作，那孩子们在这个地方上课不用那么担心，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老师，里面我们会有一些电脑，会有一些AI 的课程，等等，所以感谢主，虽然是免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要付费的比如说地啊什么的，我们都贷款头都洗一半了，没办法，但不是没办法，我们相信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帮助孩子能够脱离黑暗，脱离贫穷。那我在这个成立协会当中，我们真的是工作很忙有时候就要出去服侍，有的时候要出去跟人家做一些这些去做演讲或是分享协会的事工因为那时候第1年、第2年、第3年大家还不太认识我们，那感谢神都有第1年就有教会的支持，很多教会愿意就是接待我们，就像今天一样，让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号召他的亲朋好友来支持协会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繁忙当中，我真的是在2021年底，我罹患了这个直肠癌第3期我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惶恐很惶恐真的是有跟神有一些埋怨我这么认真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协会，上帝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课题让我来承受？但是没有办法，神也没有回应我那时候，所以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说神耶稣救我，就这个4个字。因为当我这个去检查，原本是良性的但是因为有肿瘤，要去把它拿掉，要化验之后会变恶性的，哇！上个礼拜是良性的，怎么这个礼拜是恶性的？
哇，那个真的是喜上温暖，哇，怎么办？哇，我们家人真的是哭成一团，哇，那我就是只好跟神祷告，我说神的耶稣救我，感谢神，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出那样的一个苦难，医生也没有说什么，他说郑先生，你这个是恶性的肿瘤，所以你以后要装永久造口。什么是永久造口？不知道，搞不懂。哇，那时候真的是一团乱。感谢神，他透过很多的方式，让我们慢慢的厘清。那最后我还是接受了，把我的直肠割掉，把我的肛门割掉，因为这样对我是最好的。那开刀之后，医生取出16颗，16颗什么？16颗淋巴结，化验之后，感谢神都没有癌细胞。感谢主，虽然我的生活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跟神说，上帝，主耶稣，谢谢你，你救了我的生命。虽然生活不太一样，但是我愿意接受。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说，我目前恢复的不错，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那我还有这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列管时间5年嘛那我已经过了2年半多了，感谢神，在回诊当中目前都是正常的，那我礼拜一要做这个半年1次的回诊，我相信上帝会继续看顾我的，那在这当中，我们真是要学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什么祷告祈求，祷告祈求很容易嘛感谢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当我们受到这个什么工作不如意的时候，生活真的是有烦恼的时候，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或是生病的时候，就像我一样，哇，这个癌细胞侵入到我这个身体里面，这怎么感谢？我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是人嘛那不知道神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不论如何，我真的是挺过了，感谢主，他调动万有真的是很多人为我祷告，那我一天一天更有信心，让我能够度过这2年半的时间。我相信之后都有神的带领，反正就是交给神的交给神的。感谢主我们要用常常这个喜乐的心来面对一天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功课也是大家要学习的功课这个我跳到第4节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对不对？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上帝讲的。我再说我就是上帝嘛他说的希望我们刚刚的这个献诗还有我们3个人简单的见证都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新的朋友那谢谢我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有带我们的这个产品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的为我们祷告，也支持我们好，谢谢。好，接下来为各位献上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叫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虽然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孩子们的梦想。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诗歌以及见证，来传扬主的福音。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献上这首诗歌。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你的恩典。感谢耶稣，你的爱永不变。感谢耶稣，圣灵充满。感谢耶稣，你的道路不艰难。感谢耶稣，你是我的期盼。感谢耶稣，因你我不再一样。感谢耶稣，因你是我的力量。感谢耶稣，因你活着我平安。感谢耶稣，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感谢耶稣，你的爱永不变。感谢耶稣，你的恩典。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的爱永不变。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的道路不艰难。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因你是我的期盼。因你是我的期盼。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因你我不再一样。感谢耶稣，因你是我的力量。感谢耶稣，因你活着我平安。感谢耶稣，因你活着我平安。感谢耶稣，因你活着我平安。一切荣耀归给神，阿门。感谢主。做一些的这个介绍跟补充哈，因为我们卫理会其实我们号称我们是做社会关怀起家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真的做不到，或者是我们很困难。那特别是我们在台湾的后山的地方，花莲、台东或者是宜兰这边，其实都很需要有一些的关心跟协助。
那郑信胜弟兄，他跟我介绍说，他2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广西路那边，在徐牧师的时候曾经来过。那当然他现在自己在机构当中服务。那求上帝帮助，希望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到东部去，但是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关怀协会，让他们能够到偏乡的地方，能够去帮我们照顾更多的需要的孩子跟年轻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后山的这些的我们的这些的年轻人、孩子们，他们能够也跟我们一样，能够同享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期待为他们更多祷告。那这边也有他们的一个奉献的一个奉献袋。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在后面的招待桌也有，或者是你可以用教会的黄色的那个奉献袋，上面注明为这个葡萄树关怀协会奉献也可以。那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让他们能够更加有力，可以更得帮助以上，谢谢。我们谢谢郑信生弟兄、李摩西弟兄及黄木贵弟兄今天所带来上帝爱的音乐。我们更谢谢郑信生弟兄的见证。他说：“生活虽然不一样，但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恩典满满在他的人生路上陪伴他，让他有不致动摇的平安。”当然，我们更谢谢他所成立的葡萄树关怀协会呢。刚刚牧师说了，帮助了一群在台东单亲、弱势、隔代教养的孩子们，他们的关怀，让孩子们能够在很小的心灵上，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满满与陪伴。龙工堂的弟兄姐妹们，若是今天的音乐会让你有感动，那我们也用金钱及为他们祷告，来支持他们，也愿神纪念他们的付出，供应他们的需求。回应奉献礼，回应诗歌。现在请会众站立，让我们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爱拯救我。在无
现在，请我们预备心，恭敬的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没有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安静的坐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我们请视线的同工到台前来。那我们双手合十来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尊大、仁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现在我们愿意以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您悦纳。求你同时又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将这些金钱应用在你的事工上，让我们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赐福，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门。我们一同站立。请坐。我们现在进行问安差遣礼。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庄富美，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她是风华姐妹的好朋友，还有光君，还有张荣光君。对不起，我可能没有看得很清楚哦。张荣官君由陈淑妍传道所介绍。光君，光君你好，对不起哦，光君，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李奥林，奥林，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来我们大家庭，一次欢迎，永远的欢迎你 ，OK？ 那我们一起来问安。
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先坐在位置上呢，我们先唱一遍，唱完一遍之后再站立起来，彼此问安。为了大家的健康，所以我们在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就拱拱手、握手。大家请坐。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非常欢迎第一次来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本周主日呢，非常感谢葡萄树协会郑信胜弟兄前来分享，也请大家为机构的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我们在1楼的地方也有摆放小朋友们所做的一些手工艺品，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表现出你们的爱心。第三，教会成人主日学已经开课了，请为老师的课程预备及弟兄姐妹们渴慕神的话语来代祷。这学期呢，我们开了3个课程，有诗歌赏析与教唱，每日研经释义之演绎，还有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教会呢会将在圣诞主日，在12月22号呢，我们预备受洗及转入礼，在12月22号。如果你有意愿受洗、加入本会或是转入会籍入本会的人呢，弟兄姐妹们呢，也请到办公室报名。我们的牧师呢，他会开3班，会先做一个预备的动作，会在10月12号的星期六上午及下午，及10月13号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后11点55分为大家上洗礼前的课程及认识本会课程。然后我们教会呢要将提名呢新的执事，也请大家为提名委员提名2025年新任执事来代祷，求主呢赐下合用的仆人跟管家。我们下个月11月17号呢，教会会举办一个教会的户外礼拜，也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在11月17号礼拜天这一天呢预留时间，并且欢迎你呢邀请你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详细的资料呢，我们会在近期公告。我们的制服艺人学院已经开始进行下半年的活动了，邀请弟兄姐妹们为本期15个班级的老师及学员关心来代祷，
也祝福在各班参与的弟兄姐妹们成为福音的桥梁，接触社区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享受福音。教会呢，征召平日下午的时候值班的义工。如果您有时间，愿意成为教会义工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向办公室登记，你们可以来参加义工的时间。本堂的青年张淑宇弟兄与廖先文姐妹呢，他们呢10月26号。星期六的上午10点钟，会借着我们本堂举行结婚典礼，也请大家来为这一对新人祝贺及代祷。卫理公会呢，总会将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的宣教用途及办公室的使用，也邀请弟兄姐妹们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来捐款奉献。奉献的部分是可以扣抵税的啊。那请为总会因为有了宣教大楼，能够做更好的宣教使用来祷告。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在2025年的3月，就是明年3月31日至4月4号，总共有5天4夜的时间呢。我们会由邵文弟兄呢做领队，到韩国釜山大邱5日的旅游行程。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开始报名了，请向办公室或领队邵文弟兄来报名。我会从小港机场出发，行程的内容、详细的状况都可以，请跟邵文弟兄弟兄来了解。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复兴守望呢，邀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实体的参与每一周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那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来祷告。还有新一季的10月至12月的圣坛献花认献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也请弟兄姐妹们踊跃的认献及代祷。肢体的消息呢，请大家能够参阅周报了，为我们弟兄姐妹们为他们代祷，也为我们所有的会友们，他们还有年长的长者们，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来代祷。请大家看周报哦，周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请你为他们代祷。不知道牧师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门后或者是我们的楼梯电梯间里面，还有我们的进来的地方，都有可以扫 QR code 可以下载我们的周报所以请大家在每一周我们都会做更新所以请大家下载之后，那请大家就保留着，然后在这一周当中为上面的一些的代祷事项来祷告。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来邀请我们的新朋友，我们11月17号的户外礼拜是可以邀新朋友参加的。那我们会有一些的费用，那当然就是我们大概去外出的一个吃饭的需要的金钱。那所以请弟兄姐妹尽量我们都能够搭这个旅游那个游览车能够就是放心的出去旅游，不用再担心开车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的费用的部分大致上都是用在我们的饮食的部分，所以不会有其他的部分。那所有的交通费用跟这些的其他的场地的费用都是教会这边会提供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邀请新朋友把握这个时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邀请。那预计有可能会是在预警的这个加利利祈祷院所以请大家能够来邀请我们的新朋友来参加，那让我们也可以到另外一个县市能够去那边有很好的一个户外的旅游跟休息。那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的明年会在韩国的这个釜山的5日游这是我们的邵文弟兄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的机会也是回到他的家乡所以我们也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如果时间上许可，也邀请大家可以到这个韩国去做一些的旅游，刚好可以在那边有赏樱的时间。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期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教会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参与在祷告的当中。所以礼拜4的晚上，我们除了会有
实体的祷告会，也会有线上我们也会直播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时间，能够关心教会的事工为教会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为彼此的需要来祷告。那最后牧师要再补充，就是我们的12月的洗礼的这个就是课程，我们从10月份就开始，10月12号、13号就开始了。那为了方便客制化，但是我只能客制3个时间就是礼拜六的早上跟下午，还有礼拜天的中午的时间。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哪个时间可以的话请跟我安排请跟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可以一起上课也可以，但是只有这3个时段那请大家能够来谨慎来慎选我们在什么时间。如果假设你早上不能来，下午可以来也可以，就是早上如果没有办法来上课，就改成下午来上课也可以，进度都是一样的进度都是一样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年底的时间能够有一个丰收的时刻，在属灵的丰收上，还有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财物财产丰盛的上帝都赐给我们，愿上帝祝福。以上，谢谢。会众请站立。3-1颂。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秋收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都有极大的丰收跟收获，赐福满满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也成为祝福人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业。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们，欢迎您待会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